愿上帝人民院、祝福院、互伊的民照跟院，帮互世界知你的道路，嘛各种知你的救恩。上帝啊，愿联邦俄罗斯，愿联邦讲俄罗斯。这是咱来吟圣诗，请为圣诗113首下调。圣诗113首下调，耶稣真正死过活，天使世人欢对歌，感谢吟诗出大声，罗罗救主大尊名，咱记得感谢。这是来交托，咱行为经文，圣诗后壁面经文第2篇。经文第2篇，列邦请事宣话。世上的君王听起来。 要记得耶和华，讲咱着插断伊的捆绑，坐伫天顶的要笑。迄时伊要伫伊的身体中来对伊讲，主讲，我已经设立我的王，我要传圣旨。 你是我的囝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邦互你做基业。你要用铁管拍破伊，打你人王就有智慧，就用敬畏来服侍耶和华。 要用嘴争圣囝，因为伊的心意要紧紧发出。Yo
圣诗130首，圣诗130首。我当实在免可相比，通欢喜，通欢喜，因为我主对死搁起，通欢喜，通欢喜。伊当过我以后无死，我心深信拢无压抑，不尽着跳，无落吟诗，通欢喜，通欢喜。咱今日来吟专首。我要感谢你，伫这特别的日子，就是主耶稣过活的日子，你带领阮过来到你的圣殿，我要伫遮敬拜你，我要伫遮学到你，我来伫遮感谢你。非常地，伫过去年日，你有看见你的选民以色列人，因有犯罪，因有背叛，因骄傲，因自私，因认为因才会得救。总是非常地，你有透过先知的预告，要有一个救世主来拯救世间人。当你有将你的独生圣囝主耶稣基督，互伊出世来到世间，当伊传主你的福音，也来受难。 也非常地，你有互伊过活。那我们感谢你，你有愿透过侪侪使徒，因热心来传播你的福音，也互侪侪宣教师来到台湾传播你的福音，互阮今仔日才有这个福运来入捌主你。那我要将这个献上阮的感谢，非常地，阮知。 过去年日，你的保守，你的看顾，互阮伫遮咧敬拜，咧学到你，也恳求你，互阮伫搁偌济个时阵，会搁一遍来明白，
主你国外意义，我要深信，主你有国外，你若无国外，阮的心就要归伫空空。为上帝，阮伫国外这个时，我要搁一遍，毋若要借着你的宝血来洗清阮的罪孽，阮来要深深来努力，来除去阮心中的歹，阮嘴所讲出的歹，也互阮的行为所有的歹拢会除去。恳求你看顾保守，互阮每一个人会知主你国外意义，然后阮要搁一遍，恳求你圣神会充满伫阮这个会中，安尼祈祷感谢，靠主的名来求，阿门。圣经记载伫哥林多前书，新约哥林多前书15章，哥林多前书15章，咱要对12节来看20节。哥林多前书15章12节。当咱传基督对世人中国话，怎样恁中间有人讲世人无国话，世人若无国话，就基督袂捌国话。基督若袂捌国话，就阮所传的是空空，恁的信也是空空。世人若无国话，就上帝袂捌互基督国话。毋过，阮干净伊捌互伊国话，就显明阮是对上帝白贼的干净。16节，因为世人若无国话，就基督袂捌国话。基督若袂捌国话，就恁的信无采工。恁要固伫恁的罪中，就遐个点伫基督已经困的也是经纶。咱若单单在生有仰望伫基督，就伫正人中，咱是第一可怜的。总是当基督已经对世人中国话，做遮个咧困的头一个国话的以上，这个是要请圣歌队来赞美。